经过一份调查，即马有愈来愈侪少年家愿意去做山工，嘛无爱食鸡啊。亲像指控指数，就有真侪少年人去做山工，因为若是一个月共款做176点钟来算，因是认为讲做山工会当赚33000，这是比基本工资搁加5000块。因为它的审核制会变蛮严格的。平常时会保伫咧厝里，处理接到行销顾问的案件，看完时间一个到3下换咧，就开始做另外一份水电做山工的工课。工课利用环境变动大，根据山工北大发布的报告，少年人渐渐为在家的工课走向做山工。这个王先生就决定拢做山工。如果你把工时都投进去，然后可以有更自由的弹性，然后又不用扛正职的责任。那薪水确实会比较多，可能房租算一算，基本维持日常生活的必须大概是2万块左右。以这个钱来说，然后去打工一定是 cover 的过去。一般来说，黄先生平常时水电相关的工课，一工至少有1000多块，每礼拜只要做3工至5工，就有够生活的开销。另外，根据山工平台的资料，今年元旦开始上加基本工资月级是28590块。算点钟的是190块，那以上班族一般一个月工时176点钟，换做是算点钟的，一个月会当领33440块，比基本月级加17%，也就是4850块。不过排班也无通排到遐济，都要做2份山工。工族会来的比较符合现代人的那个需求，应该是正职的吧？因为正职比较固定，打工你就是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山工平台分析，即马市场走向两极化，少极化造成部分的市场真欠工。不过大量的人才要是无法度满足传统在家工课的形态，颠倒是走向做山工的市场。这个网站2024年做山工的用户，都比前一年增加66%，网站的流量是成长54%，显示做山工的需求有增加。这时候，如果产业要发展，你必须迁就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偏好的改变，从朝9晚5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的工作场域工作，可能就没办法，你就必须要学服务业的方式，让你的整个工段整个工段变成切割成好几个 shift， 好几个部分。传统工课场的生态正在改变，亲像分红、年尾奖金等等，在家员工的福利是愈来愈无吸引力。公司若想要甲人才留条咧，都要开出更较好的条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